上几年级了？4年级。哦，就快毕业了，对吧？啊。OK， 总的来说真的不错，就是老是挂着点，老觉得你的起音好还可以，完了以后吧就又不在那儿了，好吧？咱们这样，咱们还是从音乐说起。完了以后帮助它的发声怎么样？咱们这样弄好吧？好的。完了以后咱们如果再不行，我们再上那儿去，好吧？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或者我跟这么说吧，因为这部戏是我算演的
最多一次，最多的一部戏，老得演。所以呢，演了很多很多年以后，到最后到这个时候才明白过来，才明白过来一点，可能再过几年还有别的认识啊，这都不，才知道应该怎么去唱它。在学校第一个唱的也是这个，完了我的第一部戏也是这部戏。这怎么说呢？这是一个17岁、16岁的一个小姑娘，她爸爸把她给她搁到农村去了，不是吗？哎，把她搁到农村以后呢，完了我又把她接回来了。接回来呢，因为她是一个丑角嘛，她净干坏事，替这个杜卡净干坏事。所以呢，她这个宝贝女儿，这是她的命根子，所以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所以这个女孩子被隔离起来了。但是她呢，就是去做祷告的时候，去那个教堂上呢，就看见这个穷学生。哎。完了以后呢，这个就是回来呢，他是不是就后来就来找他来了嘛，对吧？完了以后，结果就怕有人来了，就他爸爸来，这一紧张一着急就把他赶紧走啊，丢了走掉了。完了以后就唱来，这个时候啊，他的心啊都挂到这儿了，就是又紧张又那个。完了，这个女孩子头一次在她一生当中，15岁、16岁的姑娘见到一个男孩子，因为她隔离起来，她不知道什么。对吧？没见过什么男人，除了他爸爸以外，这是头一次。所以呢，就是特别纯洁，特别单纯。所以呢，我们要唱的声音呢，也要就怎么说呢？少做这个东西，就是只有你自己演了很多遍的戏以后，我刚开始也没有过这么多的体会。这就是说呢，我们有些时候理解上稍微差点，我们就不能怪罪我们的同学或者我们的歌唱家，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实践，对吧？但是呢，在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人不就是这样特别能吃苦吗？我们就是很多年前或者现在也一样出去，现在情况好多了，在我们那个时候去比赛干什么，那就靠那几个啊，就那到图书馆找几个录音，就来回听，不就模仿嘛，是吧？所以现在会好得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困难，语言上的困难，生活背景、这文化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呢就尽量把它唱的，就是我们能理解的越好越好，是吧？在这种时候呢，就我们在更多在内容上还是要下功夫。咱们怎么说呢？比如说，最后他不是走了吗？他走了，滴答答滴答滴答，他就在想，这是一种幻觉，他在想，发生什么事儿来着？刚才发生，我看见他了。这个是音乐，你没唱，但是你这心理状态就开始就有了。是吧？完了你就开始，哒滴答答答答哒，完了瓜爹，他的名字叫瓜爹了吗？他不说了吗？他找到骗他，是吧？他的名字叫瓜爹，妈的，多么好的名字啊！所以你就要唱到那这边，就把它唱成16岁，想成16岁，想成你最简单的，哪怕出指点声音。我们这个歌要特别忌讳那些大的 portamento， 因为很多录音里头我们听的都是那些唱家们。就是说，不要特别迷信这个录音，迷信歌唱家，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有的人呢，在他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录的音，所以呢，他尽量不是说装出小孩，他做小孩，他已经做不了。有些时候就带上他这个妇女的那种那种感觉，因为16岁的小女孩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说的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头一次见到这个小伙子的时候，他还不懂，没有这个，只是一种好奇，所以他的滴答答，他多纯洁，滴答滴答，然后你就像一个风一样的刮跌的毛跌，你就幻觉，完了以后，我们再往下走，好吗？你就尽量去，而且不要做太多的渐强渐弱，你能感觉遥远的一种用弱的声音去唱它，但是这个弱的声音是用整声去唱这个弱，你去呼唤他。My God， 他叫名字，他什么？瓜爹了吗？你这人是瓜爹，他不是处于那种傻乎的站在那，这人特别积极。你有一个好处呢，你有这种笑的状态，好，把这个笑的状态呢，完了后往里挪一挪，就保持住，就挂住，好吗？就好像有一个人在这把你吊着呀，感觉。这种感觉，好，在这吊着也行，在哪吊着，就感觉老有这种感觉，但是是整身的，好吗？咱们试试。你让音乐帮你进来，不是到那光爹，不是这，你就蹭着音乐进来，OK，来。可能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跟一场梦一样。
说字，它的名字叫瓜爹。对，再轻那个 g 必须要从这儿 g 对，瓜，它这瓜在这个音之前，好吗？OK。就咬住了，你保持这种感觉，就把那个字咬住了，叫。别掉下来了。梦幻般的 ，OK， 这都傻掉了，好吧 ，OK， 好，再来一遍，好吧，好，不要还是要整身。想想你第一次准备好了，说别不要怕，整身。哎，不用，你看，这就是有一点发声法问题。就我们呢，就是在外边这个地方唱，在嘴里头唱，咱们要给它搁到腔体里头唱，就是贴住你这个后咽壁，让它呢这样贴住，这样走。这样的话呢，你开里边那个嘴，就是这个地方张开。你看，这嘴不大，但里边这张着，好吧？还从 T scorpion 哎，准备好了，一下就到那儿。扣就有点掉下了啊！好了，好点蹭的，就怕落不下来。好，接着往下走。OK， 这段音乐的解释，您弹。就是说，你不要真的正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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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气，它只是让你情绪上的情绪还得连着，不要让人听见你在那真的在那换气，那是你激动的喘不了气儿了，你得就表演，对吧？但是我现在听的有一点点就是你在那这口气得喘进去，得换了，
不是真正的换气，是吧？OK， 他换了，他情绪还在接着，情绪连着 ，OK。记住，你看，你呢就是有点这说呢，又没有完全出去，也没完全进来，这在中间有点掉，先坐在那儿，这老有点给你挂着，你知道吗？咱们梦幻了半天不是吧？完了回来了，完了就回哦，刚才怎么着了啊？那因为这要在台上的就是因为刚才他把你吓了一跳，你在那儿做梦了，他来了，完了以后他碰了你一下，他说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完了以后，哎呀，这依依不舍的，哎呀，就哎呦，就越想越气喘吁吁的，就这样。这就是个情绪。尽管你在那说你的，但情绪是不一定就是说，在演戏当中就是不一定就是说你说的是什么字就得把那个式要表扬出来，因为这还有整个一个拉上去，在你在说这句话的同时，你还可以去有更多的去表现，别的事情也在想。想的更多，不就是看着闹没？就这一个字啊，他的名字可爱的名字就没有那么简单啊。OK， 整个剧情在里边 OK。不要把音乐线条弄坏，你看。没这也没写嘛，好吧？就把它保持住了。你唱深的深一口，你这样，你就感觉啊，你的一切这些东西啊，就是你唱的时候都不超过你这上边。别跟着在这儿跳。这都没动静呢。好吧，动静都在里边。哎，来，看见。往里吸，保持呼吸的这个打哈欠的状态。打哈欠，继续走，还往，还继续走。OK， 它是2个 M 啊，接下去，对，尽管你在那断，还是要把2个 M 唱出来。接下去，它就开始换了。整声。Good， 好点，完了就到嘴唇上了，好吧？你这继续写这。这还继续走，老要保持着心，就永远没法。老是这条线，老是这么走，老是不停的就这么走，好吗？无限的，好吧？好。完了那个字儿还是一个一个归里边去，标出来 ，OK？OK， col pensier 呀。我跟你讲，这音乐上的重音，比如说这个顿的这个哈，咱们不去拿声音去做它，是让你，它是要你的情绪 col pensier il mio di， 是让你做这个 col pensier di， 就拿到声音去顶它，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音乐上的表情，又让你用字，这就又说到了要语言。OK， 呀。不是妙，是mio。il mio。感觉你后边像有一个，咱们就说有一个球的状态也好，你就往这边送，把你这个尽量把你前面的嘴闭上。我这都是矫枉过正的过程啊，这么说，因为你那还是嘴东西拉东西太多，要不然的话，你搞上边好听点，到下边就不进腔停的声音就平的，是吧？完了有没有泛音？完了后再稍微字儿不太好，就一下就这个
这个就这个 level 中国话怎么说？就一下这个就。这个就是所谓的档次就不一样了，对吧？咱们就一下就平了，好，谁也都能唱 ，OK？ OK。激动，你可架着的，我们就是要就是说定在这儿，比如说我刚说的，说到这儿也好，你要感觉到从这儿就起点要低，没让你说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放到这儿，或者你再不明白，你个头的也还是在这儿，你去体会，这儿也行，这儿也行，反正是搁到这儿也行。但这个的同时，就唱歌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呀，不能说起点低啊，你就完了，刚刚把这儿关上了，完了后啊这塌下来，你得把这也张开，好，你往上走，完了后这儿刚刚气儿又短了，所以说我们呢有很多东西要同时要照顾到。就很多东西要同时进行，就说身体放松，就说把所有的这些部位都张开啊，就完了以后，完了什么吸着唱了，完了以后要这个底气不是说起点要低了，完了呼吸要深了，这还要打开了，这都是要同时进行的事情，所以就全面的要顾到，OK。你吸我。就在这儿。嘴都不张的，就说外边嘴都不张的，就是说没那么严重，不要搞得特别把它夸张了 ，OK？接下去没关系。好，现在我们就这两句词儿来回的说，所以呢，情绪一遍比一遍要不一样，一遍比一遍要深，就是这你就用不着给那么多，这每次都要让它有变化。好吧，要不然的话，一样的事情来回说，你看，我的想法会跟你一块儿走，我老想着你，我也会想着你的。你可以好多种说法，好吗？要不然它都一样的，要不然就没意思了，好吗？OK， 进一步 OK， 就因为刚开始还傻乎乎的，还不太清楚，对，完了后越来越对自己有信心了啊，好吧？对，这就进一步有信心，滴答答。你看，这有信心了，这乐曲给你就是，对，不，好，建立自己的信心 ，OK。好，这咱们16岁的还没有还没做不到这儿，还没有那么深的感觉，而且把它唱来，滴噜梆梆，把它滴口贝，把这块我听不见你了，把那两个音儿都吃掉了。你看，还有一个缘故，就为什么呢？就是用搭在气上不够，所以就吃掉了。要不然的话，你要是搭在气上的话，你是躲不掉的，你可能都会慢了都不会。对，再快，你好，嗓子没关系，咱们下去。这记住。别下台阶，就是保持了哒的时候别下台阶，这什么？他会就是永远对你去，那这我怎么着会到你的身边去，对吧？对对，就是对你sempre 永远就总是到volera 就是飘去或者怎么说，对吧？好吧，所以你把这个在这de sempre voler 你得把它说出来，de sempre
永远我就会这么跟着就飘到我的身会我的想法我的思想我的心会飞到你的身边去。把字儿说起来啊，别觉得好像这些东西都是有意思的，所以咱们用表情去做它 ，OK？ 别说啊，还有一个别像他这样怎么啊，别这样，还在那里头继续吸，越这样的时候越往下吸会越往上吸，好吧？好 ，OK。不是拉，是拉。你用不着拉。别讲，别就好，上的挺好的，就在那基础上继续就行了，别动，别端。整身，继续吸，整身，还在那地方出，保持，别出来。别这样唱歌，咱们总是要这样唱歌。这个地方得唱的特别清楚，不用嗓子去堆，轻巧，哒哒滴哒咚，滴哒咚，哒咚，就是给它拐过去啊，对，把它想简单了。好，这就是什么？这个半天，你是咦，这就又牵扯到就是你发声法的时候，肯定你是这样上台就用嗓子去堆。要重视这些音，OK？咕不不，而且那个字儿都不对的。call。你看，原地不要使劲儿，你劲儿太大，没必要，就把音儿唱出来。下去吧。不是，我跟你讲，不是啊，那个啊的意思就是 to， 就是英文中国话就是向往，就啊对，向，在这啊没啊对，对你就去你那个啊对，不要啊对 sempre 不要唱 ，OK， 而且那个字头的时候不要加音啊，那这管着就记住16岁，特别简单。你这一上去呢，你就声音就不统一了，这个好听，这边呢就没有音色，这个底下的音让它也要进到腔体里头。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还是这句话，去伸好了后在气上说，或者在气上，它就统一。要不然这就挺好听，那边就听见，在台上的这就变成就忽悠忽悠，哎，对 ，OK， 像。掌声。继续保持。你看那个嘴啊，别张那么大。你看，你就害怕，你也不是到那一步，但是老师就是不够，就盯不住，就定到那儿，好吗？别飘，就从这哒哒滴，别哈哈哈。
这就是轻巧的，高兴。小姑娘这些，哎呀，是这样，要那样了，就自己跟自己在那跳，你知道吗？就没有这样，就特别轻巧，就是让你给一下重音，但不是用嗓子去对。你的大姐，你看你的母音不准了啊，呵哈哈哈。够了，就原地，原地，就别使那么大的劲儿，轻巧 ，OK， 来，好，整声。这就好多了，跟那样唱。OK， 梆梆梆梆，用这个方式去唱的，不要别堆，好吧？轻轻减劲儿，那都是不必要的，这个劲儿根本不用，就用点劲儿就够了。对，而且一个地方出，梆梆梆不要堵 ，OK， 不要上台阶，来，整声。那个字头就没有了，还是这个，还在这，别这，当你唱完了不是吗？就这口气不能松，就永远就是一张嘴就保持这种状态，甭管多低多高，好吧？不是，它不是 il 啊，是 il， 它在这时候你心里得唱，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这状态要保持，就是说提前准备好。OK。就在这个基础上唱，不使劲儿。下来也这样。保持住。好，一样。慢慢走，吸我的走。还从那地方。
上几年级了？2年级。2年级 ，OK。我觉得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哪怕起步慢一点儿，哪怕一步的走，本来就应该一步的走，因为很多人就问我，哎呀，你这个唱成这样，你有什么诀窍，或者是忽然间什么事情把你一下就好像开了窍了，就出了。我说我怎么不记得有任何事情让我开窍，只记得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因为什么就很辛苦，上我们这是吧？所以你要养成，就从头就最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把字儿唱准，念准了，念对了，完了把音符先唱准了，哪怕先是一板一眼的好，完了以后等你熟悉了以后，你再去活动，你有余地了以后，都捋顺了以后再去弄，哪怕是一个小歌别小看，好吗？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我没觉得你好像失去了什么爱人，完了后觉得心中有余，没你我好像就没法活了什么的，我没有那么难受，好像有你也行，没你也行，就说一说而已。所以尤其这样的歌，我们就得更得，因为而且你看也用不着做什么大的文章，上面全写了，对吧？所以咱们就按他写那来回说那俩字儿，咱们就按他的表情符号做都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还有几个字儿咱们稍微改一改，咱们从头唱好。你呢就是稍微就是说。咱们这个，我们就同样，我觉得发现，就是这个，我也没有听过很多的人，但是就是普遍的，我接触到的都有一个问题，好像就是咱们这后半栏儿，不是说让你窝着唱，就是说咱们这个身体啊，因为我们是乐器长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话你制造这个乐器。你看他们吹喇叭都有一个筒啊什么的，他吹出去他有空间呀，那我们也得给自己做一个乐器是吧？所以呢，在这乐器做好了，我们就尽量让它保持，也是让它保持。这样的话，我们还得你看我这么圆嘛，就尽量把它这些就反射到的地方都用上，不然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一会儿就是那个管子它一直是这样的，它不可能变成这样或者那样就出不来声了，对吧？所以我们能不能就是整体的把自己作为一个乐器也。就是站到这儿了，也是一个通的感觉，好啊，就是都打开了，还在那走，不是一个字儿张开，第二个字落下来一点，这个地方呢也是老是一条线的这么走，就一个一个串着走，好吧？完了以后心情，好吧，心情很重要，很简单的歌，你得把心情唱出来，OK。咱们从头再来，还是你看，你接老师的唱，他已经先给你起来了，对吧？就跟完了后你就接着你接下去，完了他后边完了哒哒哒哒，你接下来了，就是他完全不是我们的关系不是他在给我们伴奏，完了后我到我那儿我叭一张嘴就唱，他在弹唱，你也在心里也在这跟着唱，完了以后他唱完了你唱，你唱完了他唱，互相补充，好吗 ？OK。而且简单，这是很简单，你用不着跟唱大歌剧一样的灌得那么满，用不着。但是呢，并不是说让你一下就散了摊儿，也不是。好吧，就是要就是去把握这个尺度就会比较难。所以说小歌难就在这些地方。哎，咱们再试试，好吗？好一点，字头没有了。可用不着说到像德文这样，但是你还得有叫我听了个嘞没有把这个 k 跟 a 说在这个小节的不就说在前一个音上边，在音出来之前，好吗？OK。对吧？你现在就后边没得说了，好吗？来，因为人难受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要就这样，对吧？
senza 就是没有了你啊，对吧 senza ？senza di te， 下来的时候，language 个别接着往上唱一唱，好吧？这个一定要连，就 caro mio bene， 尽管你在换气 credimi almen senza di te languisce il cor， 不会这么夸张了，就是说意思说得有，你把它这做出来。好吗？再来一遍，把唱整，接它。你呢，有点架，有点端，啷归着空，这就是气儿没搭上，就随时都有呢。其实这个不长，你知道吧？还有一个就是要咯的，滴答滴答滴答滴啦。把它不要按照这个滴答滴答，做这个，但是在大的连里头呢，可的嘎哒滴答，可罗喵ben，字头出来，没有了你，我就会哎呀就不行了，你知道吧？对你这是有没有没事儿，啊，OK。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你呢，就是直着出来。还有一个你为什么做不到这样呢？因为你没有这个整个身体没有，你是比较往外搁着唱，因为这歌又小，完了以后你要再不进去一点，你再不挂上一点，就会出现这样，完了就会出现，完了后气儿还不够。senza di te 它原地，因为你给它有空间啊，你这没空间，你临时找就来不及了。咱们从头来，好吧，老师。OK。放这些地方要字，就得说字儿。怎么了？讲这故事。先说。
Cessa crudel tanto rigor tanto rigor 就拉住了撑住了，你知道吗？你在这你不要tanto rigor 你站住了，不往外出气，你肯定会自己往外，就也没说让你僵住，但是不要往外走，别一下这样子，因为你在这为什么要渐弱，而且为什么要因为你很难受了 ，play 就是看到没有，亲爱的，你至少你得相信我，你还在那求他，所以你才要进一步做。这个感情符号3个 P， 但是感情是更强烈的，所以你才要想做这个，但你去把它要做出来，好吗？这个 Cessa crudel 把字儿说出来 ，Cessa crudel tanto rigor tanto rigor caro mio bene， 哎呦 ，OK， 好。咱们就从第2段来吧，它这发展你慢慢的走，因为它这已经在这形式都变了嘛，嘟嘟咚嘣嘣嘣，已经开始有点点变化。Il tuo fede， 就是慢慢走，我们来一遍，好吧？滴答滴答。Il tuo fedele sospirare cessa crudel tanto rigor你看没声音，但是给的是感情上的重音。Cessa crudel tanto rigor tanto rigor都给到这个，所以那个地方老师也可以稍微再放慢一点点，就是他唱到有这样一个连的过程，好吧？行，咱们还再从这地方来一遍。不要加这样的东西，而且是 il tuo fedele，il tuo 不是 tue 啊 ，il 而且 il 要把它说清楚 ，il tuo 就慢慢给变 il tuo fedele，不就别唱出去 ，OK？ 你看他不说了，从弱然后慢慢渐强，他也是咚咚咚咚咚，在这就发生变化，跟着他一块儿变，好吧？哎。往这些地方反射着唱，好吧 ？OK。Cessa crudel, cessa crudel, tanto rigor, tanto rigor。别那么急，你这音乐上就太急了。你要想要，或者你就要不要那么多的渐慢，你要渐慢了，你就要合理。Cessa crudel tanto rigor, tanto rigor。慢慢的，你得根据它的音乐往上拐呗，就打乱了。OK， 它音乐节奏就没了。
说，完了以后再把那个卡罗还要把那口气唱完，说你得把它还得就计算好了，不要哇就给出去了，后边你就没气儿了。就说还是情绪要它 forte， 但并不是用声音去怼，好吗？对。那来。别随便说，从这儿。随便就把他那个装饰音就那么唱掉，这个就叫呢，它是个语气，所以他才加这个，要不然他不是他是想进一步强调，所以你把他的语气，你不能那装饰音就不能随便带过去。在唱出点意思来，好吧？咱们把最后那一句来一下，装饰音是哒，就是一种哒，就是一种叹息或者一种我求你了 ，OK， 我求你了，类似就比如说它是个语气嘛，这好吧，好，就重音在那个上边，但是你看 piano， 但情绪上是非常强烈的，最强烈 ，OK，那样，再试一遍。整身的，求我的感觉，抓住时间。老师还没出来呢。对，还有一个你呀，你这个。你不能那么快，因为你还得按照音乐的速度走。那就看你前面唱有多快，你前面唱的快，你还得按照那个的音乐速度上去，你不能忽然一下挺慢的，咣就上去，好吧？还从卡到你要不然，站起来，求我。就是这样一个情绪，好吧？但你现在好像有点这个，但没关系，就慢慢往里装着点。这个情绪这地方非常的重要。这样的话呢，这歌呢就有点血，有点肉，有点解释的东西，好吧？好。
起，没关系，没关系。忘了那个。OK， 咱们就唱到这一段先。好。我完全感觉得出来你在努力的那么去做，对，非常好，对，对。但是咱们就这么去努力，对吧？但肯定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是最典型的 bel canto， 就是美声的这个那个年代的东西，是吧？对。它就要真是就要你的线条。而且我们你看，要线条，就是声音上的，就是技术上的线条和音乐上的线条。然后这个呢是他的情节，你知道，就是他因为他的爱人就跟着别人走了嘛，因为他被就诬陷了，是不是？哎，对，所以他在梦游的时候还在，他当然自己不知道，但是在梦游的时候还在那说那件事情，是吧？这旁边的人在这看着，这都看他。哎，因为他犯罪，因为他这次又去出去梦游，人家才知道他的确他是被那个女的被陷害的，对，诬陷的，对啊。所以他这个呢，就是朦朦胧胧，你是在睡觉的时候唱的，那种时候你就要把那种意境给唱出来。刚才我们就有很多音就不准。对。这个呢，就是有这样情况，有2种情况，一个就是有人耳朵不好，所以老跑调；还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位置就是保持的不够，哎，就是你控制不好，所以呢，你有些时候老是容易偏低，为什么呢？因为你抬不起来，你的咽口盖就是后背啊，你抬不起来，所以你保持不住，就是那呼吸啊，就是他那个哒，这个线条弄不这又想撑不住，完了以后那个这个你这腔线来回乱动。啊，完了，所以就会出现那个，就那线条不准，就要不就音不准，要不然那叫晃来晃去的，完了以后就把这个整个给人唱坏了，知道吗？所以呢，咱们就从2个地方出发，又要不能就是不能把这个意境丢了，咬字儿，哎，还有一个把它要唱的简单，而且它的所有的装饰音都是有意思的，所以你得有感觉，你要去感觉才把它唱出来，不是。那儿行哒啦啦滴哒就做出来，你必须得去感觉它，让它自己出来。咱们从头再来一遍，好吗？好。所以你就都想着，他是在梦，对不起啊，我经常在梦中说话。我梦游过一次，在咱们学校，研究生楼的时候，梦游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呢，不知道是关门还是开灯的时候醒了。就出了一身冷汗，吓坏了，我没出更远，有过这么一次我自己记得的。所以你想，人梦游说完了后呢，我经常在说梦话，完第2天人就说你都说说什么，你自己根本都没有意识，有这事儿吗？所以说你说梦话的时候，咱们不说梦游的时候，你肯定真是这样，真是这样。你不是你自己，你在梦游嘛？梦游，你说那话的时候，这前言不搭后语的。就乱说，但就在这乱说的情况下，他的脑子里就在梦游的时候还想着，你看这个花，他说凋谢仅仅一天，他说的是他的爱情，他的爱人，是吧？所以你要把它唱的要平，要虚幻，虚幻幻，就这样，好吗？咱们试试。所以不要把它唱就不要给那么多那种，她还是个小姑娘，当然不是非常小了，但就是还是把它唱纯洁点。好吗？好 ，OK， 咱们试试。线条就有点破坏，这个对吧？再看，你看，再来一遍。你看，已经开始走，很悲哀的。non crediamo
唱出那个线条，就唱线条，唱意思，好吧？你要这你看我 presto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快 si presto estinto fiore 不要别把它要用整声把它唱出旋律，别把它当成别当成小旋律，好吧？它很悲哀的，这个人悲哀不会跟小鸟一样的。这个绝对要把它唱成 legato 的这个是32分音符，呀，咱们再来一遍一小节，字就要注一个一个的给细，看细吗？我想着。这个浮点啊是感情的浮点，你别用这儿去说，哪怕你撑住一点时间都行，但是用这个气儿去做，千万别去装着它，OK 好，而且你看它不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滴啦啦滴，还有这些音符你为什么觉得就显得赶，而且觉得分量不够呢？因为就说还是你的字儿没落在你的气儿上。如果你要把它它就那个时值就够了，老觉得好像时值不够或者有点轻，好吧，这就说你要在呼吸上去说它，OK。情感上不够了，你这强渐弱你也做不来。他要说一遍 che un giorno 只有一天，所以你把两次都要把它要给它叫什么进一步要强调第二次，好吧？而且他不是什么做 piano 到感情上的 forte，做这个渐强渐弱是吧？所以你要把 che un giorno， 哪怕你喘口气都行 che un giorno，che un giorno又接了，你俩就互相的接，好啊，千万别重视弹的给你接，赶紧，你看 K 就对到这了，往里这么吸着唱，来。
气状态，所以他老也给你这么写上，滴答答，那个，你用你这那哭腔的声音，那个嗓子就对不出来，就不。这儿做出来，完这儿再再下去，啊，好，你呢只要用嗓子去做，你永远做不到，只有用气搭上气，就是还是这块把你的字儿跟气搭上了的话，就是进了腔体把它搭上，你往外这。它自己就有了，你只能从这儿摇，没别的办法。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这个那个叫什么两个 L 啦 W 两个 L 两个 S 啦出不来，因为你不在气儿上说，你想在这说，他老是在这儿说。食指保持住，哪怕多用点时间。说了半天，到后边这时候就没气儿了。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不说要吸着唱，为什么要吸着唱呢？因为你后边你又要有给感情，完了以后还要把它给拉头下来，你得有足够的气呀，所以你把它得保持住。怎么能保持住呢？就这个呼吸的对抗，这个吸跟呼的对抗的感觉，就是那个打哈欠正要打那个，就那个，就老有一种那么个感觉，老在那后边，老这么拽着你，老这么拽着你，就是啊。老这么拽着你，比如说我给你从这儿唱一遍啊，咱们老师还从那个piano 那两个 F P 那儿开始，滴滴答答。因为这个地方你才给，所以老要收住，不是收住，就是说老有那么一个，就是后边老什么，这么从这边这么着，或者是你感觉你在吸一个什么东西，就这么着往里拽，就是这种感觉。这样的话你才有这么多余地。你这样的话呢，你的呼吸你也能把它保持的比较匀，它才能出那些线条。而且你可以做任何的表情，但是它的线条还在那儿，因为它挂在气上，所以断不掉。那个时候你想断它也断不掉。OK， 好，咱们把这来一遍。Podria。就从这看，是在这儿，一定要你空间，呀。就说他有些时候你愿意去表达说他没让你抢也没说呀，你为一来一点点长音哇就给出去，不要给就收住了，就在那个该给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个地方才是给的地方，所以别一见有一点高音，好像就那要延长就要大给，好吧？好。他这延长在那让你背上的是在这继续哭泣，在这儿再做表情，
好。Maravillar，对，忘了。别使那么大的劲儿。对，还在那儿。对，保持住。这太快了，这音乐就不对了，好吧？这音乐节奏就没那么快。好 ，OK， 咬住了，就从这儿。整声，不大声，就在原地。感觉你还在难受呢，还在那儿，对，就像情绪。多难受，继续吸。好，好，这个地方你好好的换一口气，完了以后可以出点这可以给一点点，别继续在这收着，这地方你就可以给了 ，right？ 这个就往外出啊，对。不用嗓子这一下就轻了，老是哭泣的状。需要把你的时间有充足的，你有充足的时间。没有人说你完了，OK， 好。时间，我觉得这地方呢最好不要往上唱。我曾经也唱过，因为你那么难说，然后你来一个高兴的结束，那用不着特别简单，就跟他写的一样，就够了。把它唱简单，越简单，并不在于你唱的高高低低，在于你感情的表达。OK。难受，心酸呢。咬住，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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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继续吸，要哭泣的状态。醒了，这会儿醒了。
OK， 好，这个要把它唱出轻巧的心情，完了我们身体呢也要这样啊，那就好的啊，那就我们变心了，al contento andiamo solpina, a mi sensi, io credo pena, tu ma fino mio tesoro, a mi beccia con la giò， 用不着，咱们不是那种，还是个少的 ，OK， 所以别别来成这样，把它唱巧劲儿，好吧，来。这个巧劲怎么来呢？还是你得用上这个呼吸，对吧？已经咱们有感觉了，是吧？OK， 记住了。哒哒哒吧，哒滴哒哒吧，啊，好。来，不光是按弄，它是哒哒哒吧，你得把那个音符唱出来，那个什么符点唱出来，哒哒哒吧，哒滴。嗓子对了，原地，还原地，这就够了啊！还这别拐，你抓住这个音以后，真让它自己滑下来。只要你撑住了，就是这个咱们就说这个这空间给够了，它气它自己流动，咱们不是自己去用嗓子去流，它气，只要给它空间，它气自己走，好吧？OK， tu ma fida, tu ma fida， 不是这样。OK， 下去。你就直，还是有劲儿。你这样。就直，还是堆的这儿多。你尽量，你既然我们已经这么用了，就尽量把这些地方都感觉上往上射，好吗？就往上就这么射，好吧？OK， me braccia， 还从哪来了？呀，没有准备。在这唱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这已经都准备好了，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就是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呼吸这个状态啊，就是呼吸跟搭配状态，就是还是保持的不够，所以来回之后一会儿撑起来，来不及了，完了以后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让它就慢慢要保持一种习惯，就是老要把这个乐器就是一个管子，老要有这个管子，完了气让它是来回上下自己走，right。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地方你看，你的一也不是一，是 a 也不是 a， 你知道吗？这就说明发生的时候我们的 i a e 就全都你尽量现在想在这用着呼吸，但是你不咬的那个地方，你母音不正，你知道吗？所以这出来的这直的，然后就没共鸣，是吧？还在这挂着 ，OK？ 在这。
降 E 的话，你那个时间你就马上就出来，因为你是高兴的结果，你这咣啷给把音乐给断了一下，你看啊，当巴哒滴滴滴滴滴滴当巴哒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当巴哒哒滴滴滴滴滴哒当巴哒滴滴滴滴，你就得这么唱，好吧？对，而且呢，滴哒滴滴滴滴滴滴当巴，都在就靠着你这个。贴着你这个后咽，别啊，这样的话你又保持不住你的呼吸了，好吧？来，用整身去做这个，用这呼吸，你要放慢的话就是。是吧？好了，还是用气去做。不是用嗓子，要不然就小气了啊！来，高兴高兴，使劲儿，就这么。前的就小气，好吧？OK， 还是堆的厉害，反正慢慢弄吧，好吧？意思就是这个，来，你看这些吧，出的就特别，没有，唱到对，哇就扔出去，要管道，每个音都得管道，好吧？Sembra uniti, vai. Sembra uniti in una speme. Speme della terra. 是 della terra， 对吧 ？della terra， 别，就是那可以断，但是那个 terra 是一个字儿，什么土地，对吧？你们 della terra 就感觉不断，好吧？来 della terra i come campo ci fa le一个一个去蹦啊，把它当成一个句子。就显得就笨，好吧？而且张开嘴后就轻轻的这些啊，就只能去感觉，你不真去唱了，你当然是要唱，就是说。就感觉就打到那儿，感觉就到就够了，因为我们老去做，老是太多，你知道吗？然后就加嗓子，好吧？但是还是用整体的声音，用整个身子，起伏了没有？就那么怎么好接？从哪儿接？从这儿吧。好的，对，好的，别唱的 della terra， 别唱那种 della terra in cui viviamo。Ci formiamo
你老唱起伏的标，起伏的标。OK， 来。Della terra i cupi fanno, ci fu la bella, ci dava那点花腔，这点花腔，这没关，这个问题不大，这个你愿意怎么弄，这个就比较可以自由。但主要就是看你情绪的需要，你需要觉得还没到要发挥一下，你就情绪到了，你可以要；你情绪没到就不要。就是说一切事情要做是有原因的，不能因为唱技巧去唱技巧，这样的话就不感人了，好啊。咱们现在就按这个，你看你要听底下就，而且就这么这律动，这就是你心里的律动，对吧？这些 allegro non potrò 就是不要就对，但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就是说，你能不能我就嫌得你唱的慢，是因为什么呢？你不连贯，你知道吗？完了后我主唱老是在那你要把它连线不够，所以呢就显得散，完了最后没记住，该强的好像也没有强到那去，该弱的也没有，完了你激动半天好像可能自己激动，别人不感人。所以咱们呢把它就按谱子上的就这么捋一捋，好吧？好的。好，把它紧凑点。觉得你有那个低了，你在那打拍子，能不能咱们最后不打的？比如说，咱们前。主长江头，
啊，就是我听过，自己没唱过，哎，从来没在台上唱过，哎，但是我一听你唱，我就觉得应该有点连线，能不能咱们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这马上涨一点，够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君主长江喂，但是不是这样，是喂，还得往里走，不是喂，是喂。好，接下去够了，不能再快了哈。日日思君，字。你呀，我觉得你的字头或者感觉那个来字的那个劲儿太晚。你要急，君主长江喂，日日思君不见君。你得老在前面，好吧，要不然就老晚。来，字头，就成这样。这个是最好的例子，就让你吸着往，就是我们就这么拉，往这贴着拉的感觉，这是最容易做那个它大线条，给你来一个这个，好吧 ？OK。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个高音你根本就不应该去想它，它没有那么重要。共饮长江水。消失掉了，水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好吧？当做一个句子的一个尾巴就过去了，好吧 ？OK， 你那个日别虚，还得要说，这个日日思君不，日日思君啊，好吧？好，对。日日思君不见君，守住共饮长江水，此水皆是休。这个此水即是不是休哎，他那个此时你没做好准备，对，没做好准备。就一个套一个，就一个拉一个的走。此水即是休，一个接一个的走，哎，此水即是休，此河是就是你的字懒，只愿这之前你已经都做好准备了，你在这之前你都知道你应该出什么样的声音，就说你状态已经都有了，比如说此河是情绪还在那走，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再接下去，这样好吧？好，把那个字都说出来，好吧？真的就把它怎么写的给它说出来就完了。OK， 此恨何时已？此恨何时已？不要一个蹦，不要一个蹦。此恨何时已？情绪，你看，此恨何时已？这还在走，你尽管不唱，你的情绪一定要接到这儿，知道吗？完了后，那给你弹一小节，绝对不能这么想，好吧？
就情绪上的 crescendo， 你看。知道吗？就一个接一个，你看他在这不停的找，你看看见了吗？对，就做这个，每一个字头，每一个字都给够了它的意思，好吧？当然完了后别往外杵着，好吧？好。就从这儿来，22页的那个第2行。似水即是休。听老师手底下，他每一该变一该往上走，他都是有变化的。你跟着听，别不听伴奏，一定要听伴奏。我们是一起的 ，OK？ 你呀，就是强，别用声音去堆，是情绪的 forte。笑，别堆，OK？ 对不起。食指长一点都没事，就拽住了，把它撑住了，没关系，你知道吗？一定要撑着。我就就那个字头就不清楚啊，每一个字都给它咬的，这就咬的清楚楚。只愿君心，每一个字，好吧？但是情绪上是连贯的 ，OK？ 来。只愿君心。整身的劲儿得越强，还在那，早点出去了。为什么呢？这还有就是因为你保持不住，所以也容易跑调啊，这就得练，好吧？越有情绪的时候越往里唱。好吧，就是感觉就是说，越往这个板上去贴，往咽后咽壁这儿去贴，好吧，好，哎，不用嗓子去推，就用你的情绪，好吧，对，来，只愿君心，只愿君心，对，只愿君心。
你没有给他那个修到修，你没给他让他就做到 fault 的，没给他给到那个地方，你怎么就这即是修？你再做就来不及了，所以在此水即是修，你得给，你得准备到那儿去，好吧？你突然一下你就做不到，好吗？来，正式。此水即是修呀，此河是，此河是，别这样，此河是，就这样唱别别叫啊，别乱拐啊，来，此河就从这儿来。此河是，都是往外杵着唱，对，全是杵出来的，都是嗓子的声音，好吗？对，少用点，用这背后，我都给你拍着呢，来。此河是，这个你要再不唱成这练的这一个一个去蹦的话，就那2句话来回的说就没有意思了。我觉得情绪就是最重要的，好吧？